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來到這集。我看機關槍嗰種，機關槍加真聽是誰啊？我唔知你名是啥物畫名個 Enrico 是細漢的個有土豆錢後個囝 Caroline 喂 Anton 爹。感謝落嚟。OK， 這個禮拜咧，我準備想要開一個特別Facebook 有開哈，我去 check 看 Facebook。我這個禮拜呢，要是甲攏要來甲攏剛好有開。哎呦是，OK，Facebook 冇有人。OK， 來這個禮拜我靠，我白早會好險看到安怎8月1號啊 ，that means 10月1號。我人嘅單到人嘅單到人嘅後尾一日通買單是10月1號。你我看到是今日8月1號啊！喎，咱馬來西亞已經是8月2號了。了若是講咱錄音嗬嚇咱錄音嗬個是早一個月日較夾錄嘅時，所以無點聲交代人講，買單差唔多要到，你知咱人是真夠土嘅嘛。所以特別看人有若是有啥物問題咧，會使問我到底即個 YouTube 嘅位，還是 Facebook 嘅位，還是到底 Clubhouse Clubhouse 嘅位，即啥物來袂使講你迄個到真正物件啦，你愛講你啥物物件啦，唔知。anyway， 當即最有啥物物件問題要問嘅呢？無咧我就直頭接去甲人講，攏到底迄個 comment 會問看啦。OK， 對，這是林買單了，耶！林買單了，感謝，林有趁來啊。所以今仔日呢？今仔日是有差唔多係50人買buffet 單啦，所以迄個我是無驚特別佢什麼講40 OK 差唔多50人裏面是40人會來41你看41人會來錄音嘅啦，係你小我哋聽到單，所以若是講當年聽到 live 後，個阿未買單嘅人，佫有機會來拜五錄音過。那是當今是幾號？當然是8月2號，馬來西亞點先？別使講 hello， 你睇咩是 icon 上面嚟嚇？你是 show 你 vote 嘅啦？你是講你 vote 嘅啦？你係咪 colour 咯？I see。colour 嘅嘛，你 check 嘅嘛？你未拍到你家己咩？有。你小細了，我就冇看到，我前面都冇。老花對，所以我當要講嘅呢，就是到底，若是講到底無到底 Clubhouse 無看迄個YouTube 嘅 feed 呢，攏會使過去面看啫。我要甲人講，咱去邊咧學見嘅幫嘢，若是講咱要再講，哎呦，我搞圖嘅人，我要圖個幾時間才會斷呢？嗱，人看，當然春60日13點鐘。53分33秒，所以若是圖小姑來講，今日了解呢，我10月第時就要解咧，學到人甲人講，若一人買去了，就要決定人嘅人數。所以若是講人無買單嗰呢，一個季節，看買買單，你攏個春。只有佢鬧季節了，當今10月1號後尾一日了，若是講比較是8月2號，已經是減過鬧季節了，所以若是講買單人，就看買去買網圖了。等我看 Clubhouse 咪人問啥物件但我在早起來就無真濟人無曉得個邊來學見呢開房嘅嘛。是講我到底做呢點聲無聲就可能有機會咧早起平時無平時無閒來人未必會攤來看啫。So I mean okay, I last year only buy for my wife. She still can. OK。即男人講伊無決定過，講後尾自己個買 OK，使無問題。咁錯本來KK 本來
OK，所以當今咧，個看到後面物件要冇啊，我會使講看客棧啊，後面物件即係個攞到啲 website，所以咱去 website 位訂即係二十，看到二十咱訂啫，然後按照背段個攞 information 就到啲合併嘅位。แต่ buy tickets 你去即 Google Form 位，你 instruction 嗰度邊位，即係然後你填 form 即係我俾當今正50條段都無人問我，別曉填，所以應該啥？然後我解釋就即係3日，人哋諗要做乜鬼呢？啲呢？所以咱就是人看到嚇，咱要甲人講就21號是下晡時嘅 start 啦嚇，9點，咱錄音是9點，暗暝到早起1點，然後是個人咱特別別人學嘅朋友個報效食 supper，暗暝是食 supper，我唔知實講啊，我未必，哎呦，阿咗，哈，九十字，我要問，我你講，我若是講我行物件接起，我會使行哈拉物件，是喏哈拉物件接起。你未使行物件接起，是干那搞迄個報效人 already 我計 arrange 啊，你會唔會行物件？你會唔會行物件啊？我啦，我袂攞我偷嘅。偷 gas 會使，特別伊是博 free 啦，I mean 不博 free 啊。actually 伊無講是講，人最好是博 free 咯，特別我喺你報效嘅 gift 付緊了是下樓嘅。哦，I mean 伊人特別人家己學校幫你唔要緊啊。哦，無我是講，若是講伊報效來講了，伊學掉呢不會教人 prepare 下嚟半碗咧，又是安怎？無人家己 prepare 嘅了，人家己嘅了，我半碗嘅了家己 prepare 咯。哦，阿龍報名夫呢？阿龍報名啦，耶！係咪講曬住你講咩 sorry 冇得啲？我撒隻妹呢，撒隻。哦嚇。我哋講啲個secret 未使講。OK。แล้ว阿龍唔使ขึ้น車啊，阿龍你講話，阿龍真係聽嘅。10點咯，ขึ้น車。係啦。所以人阿未報名嘅人，會使去報名了個 OK。所以21號，人是暗暝嘅錄音啦。特別我 check in 是下晡咯，若是講咱要大學校，肯定我入去是講按照大學校。22號嘅時，就是人錄音。第一要唔是錄音，人嘅即食車，家己車家己，無人車咯，家己車家己，我家己買單。人嘅本來學嘅20周年嘅 buffet dinner 咯嚇，然後講嘅效果แล้ว嚇，แล้ว個看我個對嚟講係 menu 嘅話，係人制講 menu 頭一擺人，I think 人把講嘅 menu 到啲 clubhouse 啦，甚至唔把講到啲。我講過多live 入邊冇乜啊。嗱錄音時候你講過啊 menu。你自己再落留咗喺先成喺度講，幾點講過啦？我未記。Anyway， แล้ว個23號呢是我人到啲即係自己食嘅，所以這是如即是像 free activity 然後呢，咪當係咪嘅？所以是講人別來參係你食 dinner，還是別來你錄音嚟講好，你會使23號，你會使 join 本來學嘅嘅 channel 啊。That means 是。你看到我正 follow WhatsApp channel 咯，對你 channel 咧，我 announce 講幾時我人去搭位食物件，這邊嘅嘅 WhatsApp channel，讓佢邊咧hokkien.com/20，因為我開看20開這裡。邊咧 hokkien.com/20 一對一單，แล้ว對佢隻 website 對看到follow 你 WhatsApp channel，แล้ว我會記得接到下面嘅 announce。安怎買單呢？同我講過啊，特別人看安怎買 hotel 時，買 hotel 不啦，買book hotel，book hotel 時安怎 book？OK， 當 book hotel 咧，伊較特別淡薄。我人無睇到過，特別伊個 special room rate 咧是到啲邊個，人去看伊個房嘅價錢㗎，是到整理式。有咧真正辦機嘅房咧，伊都無咧是到整 discount，但伊 discount 怪好嘅。所以我 book 即係我個即係幾年嚟，我在邊度學嘅人聽就本是 book through 隻 system 啦嚇。你看伊價錢咯，愛蝦米價錢，愛看蝦米搭一間房嘅呢？要緊就是 block A 是人activity 到底下邊 block A main building，而 block B 是較遠特別出去外口嘅
即條路浪驚啊，過去隔壁邊嘅，所以落雨你會淡嘅啦嚇，即唔是講安尼惡玩嘅，意思就要去過隔即條路呢。然後安怎 book 呢？你看到阿咪幫嘅時，你去正好 to book 嘅。我係 instruction 啊 ，email address 特啲即係escort 嘅 email address 啊，即係你 citizen 嘅contact。我寫個啦 information 都係需要下面 information 會 book 你房間嘅，แล้ว伊就會甲你講安怎你若是講你愛顯示何類咧，你伊就你嘅 request 何叫何類一 link 何類，若是你買嚟講你使俾 upon arrival 本個 check in 嘅時間嚟何類本會使。So 嗰啲 information 咧 discount 咧 one thing 好就是伊會使fully refundable 三個是幾日嚇？較濟是3 days 啊，定是2日是3日整應該 refund 嘅。對，你是 through apps third party apps 還是直頭伊 booking 咧？這是一個嘅，directly book from hotel 嚇。哦，安尼講我唔知，我 normally because 我用Agoda是阿咪，佢較濟是3 days 還是特別Agoda是有抽，伊人有抽 commission 嘛。哦。所以anyhow 你按照 book hotel 本唔要緊啊，特別你到底正 book 咧，你是會使fully refundable 3 days before 對3 days before check in 你會使 cancel， so 若是講你愛先訂咧，你會使叫邊訂。then 訂了白車咩 information，咁我係到一邊，讓使去看去 website 看邊咧 hokkien.com/20，讓對到啲正係對看到這些 information 啊。OK。來看下面物件問題，人下面問題看到人 live 嘅人，看到 live 嘅人，假是 clubhouse 嘅人，我下面問題起手起來問，還是拍即係個 chat room 嘅。我看 so far 咧是43%嘅人會來到啲 clubhouse 嘅，你未斷 sorry， 你未斷，了這是6冇58%人未來，都要多個人。then 我看個有啥物件要甲人講，OK 來看菜單是，好有路人來看菜單，我來看一個要食啥物件，人菜單我其實我寫出來哈 appetizer。然後那時要看 YouTube 看你 menu 人去看Ajananas Thai Mango Krabu Salad 豆瓜松巴 Japanese Cucumber 即係 I think 這是 salad 嚟人講 Japanese Cucumber Trio of Bell Pepper Carrot Julienne Baby Romaine Mix 怎麼應該講你 masculin 係咪啊masculin 係咪啊masculine 係咪你我哋柴嚟 Spring Mix 我唔要讀嘅字，แล้วก็到salad Caesar salad 搭上 island sauce Caesar dressing honey mustard Italian vinaigrette แล้วก็gherkin 是迄個啥 pickle แล้ว black or 咖呐青咖呐檸檬教授就你會講咩？我聽掉下你 menu 我靠下阿咪。你聽到未？即係 include 到那邊嘅啦，係咪嘅？你 include 到那邊嘅啦，對免驚嘅，對，即係 include 到那邊嚇。แล้ว pickle onion 加 garlic confit， OK， แล้วก็另外一個湯咧，就是鹹菜湯。你 menu 你看到對面係到啲對面，不然阿間有 buffet dinner OK。So it's Championat嘅 food 呢，peranakan 嘅 soup 是 Assam mustard green soup 鹹菜湯。Hot dishes 咧，就是人食嘅咧，就是有 steamed white rice 食飯油，那是人肥湯，唔是食飯油。個 Assam pedai fish fillet，OK，Assam pedas fish fillet，ayam goreng belacan ke， Assam hair，Assam prawn，mangkuang cha with lettuce。那個棒光茶包蚵仔菜，司長你講我覺得有喎，定到我實時講我本覺得有，本話，等陣我唔知。都講啦，得有個冚棒啊，
結束了可能。咁好十大豆腐是講食嘅物件。然後嗰個就係 action counter，action counter 是讓人勒沙。action counter 是啥學個，然後就對面了有邊人現做好路啊，嚇對現做路誒，對邊人叉粿條 counter，加邊人叉粿格。哦，我叉粿格。แล้ว rasa Malaysia 呢些是只咩嘅 chicken satay with condiment， แล้ว traditional 薄餅 roll 薄餅啦，sotong kangkong I think 是柔和英菜咯 sotong kangkong， แล้วก็เป็นแหงรอจัเป็นแหง唔是生光炸裂，我唔知生光炸裂係咪定住咱講過啊？是唔是迄個棒光係好對面係個嘅？生光炸裂是迄個。生光是你馬牌，生光是棒光係頭頂上加羅炸係土豆粉咧，嚇對，安尼呢？一是醬嚟，咁麼醬？Okay, popular Malaysian street food, thick slices of 生光 and then chalit means spread. Oh, with savory, often spicy prawn-based sauce. Okay, so 成係個啦，係個。Okay. Chalit exactly meaning 是講果落去啦。果係對 spread 呢個意思。你 office 你 chalit 落去啦。係幾呢啊？你看你 explanation 啦，咁咁。唔是果，是滑到定邊。冇啦，成日你跟那即係別使講夠 office 使一減嘅 spread 唔是咁。炸你成日果落去啊！你 office 都咪是得啲 spread 到啲你知會考咯。唔是啦，炸你是個炸你就夠晒。你有咯 ？OK， 來 dessert 是荔枝羹，荔枝羹係定時應該是成個人就擺隻車是荔枝，我唔知是靈芝羹噶，還是荔枝了，係生嘅。荔枝羹咪係荔枝咯，靈芝咪是係靈芝咯。哦，所以意思荔枝羹係咁試過湯嘅了。我未必想我猜案咯，那可能物件啦。OK， 白薄即係有佢哋碰大海，可能物件。環珠唔知喎嚇。แล้ว roti กะปิ ice cream 哎呦，我買啲嘅頂住。roti กะปิ ice cream 即係 roti 嘅 roti 嘅 ice cream。buffet 嘛 ，right free flow 嘛，對 free flow。唔知 free flow 係料嘅款。特別意思唔是講，伊唔是成日考慮行耍啦，伊有 food 咯就使行咯。hopefully 夠 food 啦，應該有啦。安尼借類，安尼借類就都是應該是有夠 food 嘅啦。แล้วก็有 assorted fruit platter， so 桂子 assorted jelly and pudding， so 菜園入面就可能嘅。แล้ว hello บอยลีเล้งฮอนเองด้วยต่อบอยลีเล้งแล้วก็chill juice กับ coffee and tea เล้งกับจอยก็ปีกันแต่บ๊ายบายบุญนะบ๊ายบาย所有人若是買單的人，都要去邊個福建的網頁位，哎呀死唔到，去邊個福建的網頁位買單到底邊個福建的網頁位，邊個福建 .com/自習 website 位，攏去邊個福建 .com 應該會看到啦，邊個福建 .com/自習，然後下邊就會看到安怎單了，單是138塊。138塊嘅單是一人嘅 buffet dinner， 特別若是你慢慢買，佫有攤無加灣，嘿買李玲都無加灣，我人覺得都有啲。伊講李玲講無，啊未買單佢無加灣喎，我覺得都有啲，你驚貴，我覺得唔是講無人，啊50人到邊個嘛？那少那你看人講，我覺得都是你加灣嘛。你來啊都有加灣呢，免做免做一期你去教個啦，是邊啲學見家己。你來啊都用白的下一的。對。So 138塊隻 buffet 了個有，就是講
女人就是看咩被段嚟講，女人都有可能會談到即拜個落音嘅段，拜個本談食下阿妹食10，所以人就是要來50人我驚。免驚啦，無教阮個無來，有教阮個驚喎，你話啦。免驚誒，免驚，都唔是唔捌我人，人個了就知，邊啲學見人個了食嘅嘛，所以你免驚，誒哈，這每咧，I think 啦門拿子嚟嚇，啦門拿子，你有啊，你揾扎啦門拿子未斷啊，啦門拿子我會記。背了啊，背了，耶！我有時叫，我有記個 confirmation 啊，你本嚟嚇。是對。你講咩？冇啦，你講。我講 looking forward。I know me too。哎呦。誒，真快呵，是唔是？我定住講，咱頭講時，哎呀，講你這句真係句子，一紅險8個月後啊。是咯。然後2個月我都 closing 嘅，我係 ticket sale。梗係快呢。OK，這未講咩？冇白講。After 叉粿條 Charlie page and before dessert menu anything else over her screen hang sort of skip. Oh, okay. Sorry, okay. Then after 叉粿條 Charlie page and before dessert page 個後面物件，等我去看下 OK。Charlie 是 dessert 咯嚇 ，Action Corner 咯看到 ，Action Corner 是叉粿條，知唔咯？Action Corner 叉粿條，然後laksa เป็นแรง叉粿格，แล้ว Rasa Malaysia 是 chicken satay with condiment traditional 薄餅 roll。咁即係薄餅 traditional 意思是講係你是燜嘅，還是打煎嘅？應該唔是煎嘅咯，煎嘅講 fry 啊嗬。แล้วก็ยูฮูเองชัยเป็นแรงรอจะกับสังกัดสาลิด你講咪 before สังกัดสาลิดเหรอว่าบ่มาแปะ你講after 叉粿條 Charlie page before dessert 冇啊就是 dessert 啊但係你講嘅就是 dessert 啊 after 係你就是 dessert 冇 in between 啊你想講18塊唔飛啊嗰個 page冇白交正冇交正咪。Oh, this is for me. What about you guys? Okay, so all confirm 談食誒講到食的精神啦，對，這是事實。Okay, then 林木那知你嗰時來你有 family 大病啊，是你大學校？我舊嘅朋友大。OK。但仲搬壓嚟。OK。แล้ว你較早出來食。會使。แล้ว你個你朋友出來是你個幾張？我個自己來。自己張隨你朋友啦。是邊啲學嘅？我同人講你講，後面來。OK，來，咱每看人10幾20人，就真看到 live 每看有蝦米問題，我即看 John San got go or not 哈因為德哥去哦，德哥那是伊愛去咧，我唔知伊睇去哦 ，because 話18歲咧，特別每看，或者咱錄音時每看愛去咯。So 唔知有橋啦 ，OK， 等陣I can't attend，Juice Baky，而家到啲外國嘅人較歹橋我明白，當幾箱買啲個會，就是當幾箱，就是當幾箱買啲個唔知喎，就是當幾箱，等我 check 佢你話 list 就是當歸香，無看到你名喎，無看到人寫當呢，單咗啊。OK，
所以當今嗱真係一人看，20幾人、30人看，所以看人若是會買單，但係 hang out 正常買單，若是人後面問題會講者，然後但係是 menu 我哋看，咱若是講人無看到 menu，個要看 menu，你甲我講show 路就談這人，個可能 buffet 上面，然後個 recap 就下拜5 21號嘅時呢，人都是去check in 咯 ，check in 了阿妹人佢只 unofficial 咧，咱就家己去食，安尼款啲物件，你是當大安學校嗰邊，也是你有同地方甲我講，日本老姨無來，日本老姨無來喎，誒 ，you OK 無？我是問佢日本老姨，誒，這 tsunami OK 哦，喂，陪你鄰家，這啥物？哦。當歸香哦，嗱，當歸香出現了。喂，陪你鄰家，係咪嚇？當歸香，我是看到你看書，看 live。So anyway， 21號人都是錄音咯，9點咪錄音，兩個10隻，然後贊助 sponsor 10，所以 sponsor 嘅人數滿就被掉隻啦嚇，就是講。比賽小隻人，貴啊小隻人嚟講，隻物件無夠啊。Then 你所在本比賽被接，伊接個10人嘅啊。嗰22號就是人啲呢，所以早起無一點聲無用嘅點聲嚇，都無I mean 無做隻點聲呢，讓就使家己做人家己 activity 啦。隻啲呢是6點暗暝，6點到加暗暝10點。咱未使上亂嘅事，咱到底迄個 citizen 即係咩嚇？我未記叫做咩？依個只 outdoor 然後呢有嘢，到底喺邊去做伊個有 cover 啦，所以落雨唔要緊，驚講11個樣時愛落雨啊。然後23號咱是去食呢，如果若是攞未來先攞嚟23號會 join 阮，要緊就要去咧 WhatsApp 嘅 group，然後我記到食是我同地路，個 clubhouse 人會物件報告 ，OK， 冇問題咧，我就看我是俾歡呼魯人咧，即條啲嘅咧，即是做嚟歡呼魯人講，若是講我阿未買單嗰呢，有人有少過60節通買單，我若是去邊度學見到，看咪幫嘢咯，當然去看，當然是60當金啦，咱看到是60節，個13點鐘。馬仔嚟講就少過60節啦，所以若是講未買單人，緊看咪去買單，然後我11號就撳 registration 啦，無人就無我特別學到人在講就啲人啊，特別算少啊。So， 得快買，唔通佢頂冚咗講，哎喲，安怎你冚就一個。對，學到人會揸一個，學到人佢會揸一個節，揸一個節較嘅就會知啊，所以人就會較早佢講，所以人問圖啊嚇，我驚講那是錄音嘅事，特別錄音嘅事，我想講哪有啲錄，我把路阿未放掉，個阿未放掉，我未。咱already 落過嘅 episode 嗰度就，所以啦，另外我還是個部分就講個當春少過兩個節嘅，所以問單呀，啲聽人們啊，只講唔通單呀，愛買人看咩買，嗱是攞我後面問題會問我係使去嚟甲我講，所以我 comment 你甲我講了是我甲答人，佢話可能係咪數後尾 last minute，我是只驚講攞只 last minute 嘅 ，last minute 是要緊，特別要緊唔通。貴啊，10月1號就對啊，我會記得10月1號就是條頂啊，若是講你貴啊，10月1號、10月2號起都就是條頂啦。你感覺到哎呀11月20幾號，哎呀個那Google特別買單是 registration 號類買單是後尾就是10月1號。OK， 感謝大家，感謝林文阿姊起來參加學，我頭一擺讀錄一道嗬。但是人都見面時就係真正歡喜，真正歡喜。大家教生節，感謝教生節，咱教時間見面到啲合併，แล้ว若是講落去，落去問題，
那是會每個到底 comment 會 Facebook 還是 YouTube 會 comment，at least Facebook 會打緊一個月乜呢 ？Before it remove， 所以我係咪每地到係咪每 YouTube 會每到係咪每，即係我冇 post as regular episode 啊，即係我實在是會出嚟正可能看就可能講，誒做咩事？安尼快個出兩個月，只個兩個月60節人。OK， 感謝大家，下個禮拜。唔是下禮拜，這禮拜一兩個關係呢 episode， 接下來是幾個？這 episode 嗰是幾個？這禮拜 ，OK，那是講我看我係我就不過都會做一個，你看呢嚇，maybe 會把住我做阿妹本，所以我係歡呼浪，咁樣講你搞土嘅人，當然是60節嘛 ，maybe 30節是個做一刀，15節個做一刀，10節個做一刀。我知嗰度就打歡呼浪仔，感謝大家，感謝你們阿子，感謝Clubhouse 嘅朋友，拜拜。咁樣幾多啊？